煮荷包蛋，如果你係老老實實等水滾之後，直接將隻蛋打落去，咁樣就算係公雞蛋都會俾你糟蹋晒。呢咁煮出嚟嘅荷包蛋唔單止特別容易散黃，而且成鑊都係泡，點鏟都鏟佢唔起身。其實只需要做多呢一步，就可以令我哋煮出嚟嘅荷包蛋唔起泡唔散黃。相信10個街坊裏邊有9個都係唔知道嘅。首先用101度嘅滾水將隻雞蛋浸翻1分鐘，呢個係荷包蛋唔起泡唔散黃嘅關鍵。然後水滾熄火，貼住水面輕輕咁打隻雞蛋落去。你睇蛋白已經包住晒蛋黃，最後冚蓋焗佢5分鐘就大功告成啦。咁樣煮出嚟嘅荷包蛋係唔起泡唔散黃，個個完整，非常之靚仔。你學識咗未？另外今日仲有個秘密要話俾大家知嘅，做雞如果你係水滾就直接落鑊，咁樣再好嘅雞肉都會俾你糟質晒。作為一個廣東人，如果你連雞都唔識整，咁就真係生嚿叉燒都好過生你啦。咁喺屋企煮雞到底係用凍水定係用滾水呢？好多街坊都中意食雞，但係我夠膽話10個有9個半都係搞錯嘅。自己喺屋企煮雞加啲咩配料真係唔重要，你只需要記住我呢個方法，煮出嚟嘅雞係皮脆肉滑，雞味十足，令人食過都翻尋味。就算係超市入邊嘅冰鮮雞都可以化腐朽為神奇，包你屋企班化龜龍個個都爭住嚟食啊！埋嚟睇睇我係點樣整嘅，有3個關鍵地方。首先第一步，去清遠捉隻未拍過拖嘅走地雞，清洗乾淨之後落1個療程嘅鹽，同隻雞做個全身按摩，目的係清晒雞皮表面嘅污糟邋遢嘢，跟住幫佢嚟個全方位無死角針灸，俾佢充分咁體驗貴賓待遇。我教大家煮餸係緊要幫手點個免費嘅小紅心支持一下嚟，多謝晒咁多位，祝大家時刻都有個靚心情，每日都好似開籠雀一樣咁開心啊！第二步，拎起1壺滾水，兜口兜面咁淋喺隻雞身上邊，可以令雞皮收縮緊緻，呢個就係雞皮爽脆 Q 彈嘅秘訣。最後第3步重點嚟啦，五指毛肚鹽焗雞好食嘅關鍵就係在於呢個五指毛肚鹽焗粉，佢係粵菜星級大廚精選五指毛肚研磨成粉，根據黃金比例調配而成。放1包佢，其他嘅味糖鹽係冚唪唥都唔使再放。跟住落翻1殼97年本地純正花生油，掃勻全身，要佢751分鐘。趁呢個時候，電飯煲底掃1層花生油，再鋪1層薑蔥蒜，然後成隻雞擺落去，剩低嘅熱料記得唔好嘥，倒埋落去啊！冚蓋按煮飯鍵，大概半個鐘就大功告成。哇！一打開蓋，成間屋都係五指毛肚嘅椰香味。咁樣整出嚟嘅鹽焗雞係又滑又香又嫩，顏色都相當之靚仔。隔離老王聞到都流晒口水啊！關鍵係呢個五指毛肚鹽焗粉，佢係經過無數客戶嘅一致好評，用過嘅都豎起呢個大拇指。平時仲可以用佢嚟整個鹽焗豬手、鹽焗蝦等等，都係一樣嘅色香味俱全，好食到根本停唔到口。如果你都想試下呢個五指毛肚鹽焗粉，自己出去買又驚買錯嘅，可以點我頭像下邊櫥窗就有同款喺度等緊你，嗱嗱臨帶翻屋企試下啦！